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6篇，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17节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召的身份。最近有机会跟牧者同工一同上台北市区去参加台北中会的一些会议以及训练。那我们在车上有许多的交流以及分享。同工提到了牧者呢，需要经常的让自己回到原来受呼召的原点去回顾。去思考，否则的话，牧者很可能就容易离开上帝的道路，失去了原来受呼召的心志。相信这样的信仰态度是每一位基督徒所应当持有的。我们需要经常的回顾我们起初的呼召是什么。基督徒受呼召就如同亚伯拉罕受呼召一样，是在蒙福的同时也领受了上帝的旨意，要去使人因我们而蒙福。我们看到创世纪的记载，上帝起初呼召亚伯拉罕的一个情形。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的记载，标题是上帝选召亚伯兰。上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我要赐福你，使你大有名望，这样人要因你蒙福。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们；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民。亚伯兰75岁的时候，遵照上主的指示，离开哈兰。罗德也跟他去。亚伯兰带妻子撒来、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拥有的财物和所有的奴隶，向迦南出发。他们到迦南以后，亚伯兰继续他的旅程，来到示剑的圣址，摩利的圣树附近。那时迦南人还住在那个地方。上主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后代。亚伯兰在那里为他显现的上主建了一座祭坛。后来他向南迁，来到了伯特利城东边的山区。山区的西边临接的伯特利，东边靠近爱。他在那里扎了营，又建了一座祭坛，敬拜上主。以后他渐渐南迁，到了迦南的南部。亚伯拉罕受呼召的身份是一个蒙福者，也是一个分享祝福的人。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示了他的应许和赐福，并且明白地指出即将要实现的应许之地。但是很可惜的是，
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却忘记了他们祖先原来的身份，进而也忘记了他们起初的呼召。起初的爱心其实是基督徒应当时常去回到原点去反省，并且时常思考的一件事情。就如同亚伯拉罕所蒙受呼召的时候，上帝所讲述他的那个蒙召的身份，其实我们如果回顾就知道，他是一位有欠缺的，是遇到人生困难的，是遇见上帝恩典的，蒙福之后也蒙受上帝的呼召，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他蒙福并且呼召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受割礼。那因此呢，是否是蒙福的人必定要先受割礼吗？保罗并不这样认为。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7节到24节，他这样提到，标题是保持蒙召时的身份。每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按主的恩赐，并且符合上帝呼召他的目的，这是我教导各教会的原则。那受割礼后接受呼召的人，不必除掉割礼的记号。那接受呼召时未受割礼的人，也不用受割礼，因为受不受割礼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服从上帝的命令。每一个人应该保持蒙召时的身份。要是你蒙召的时候是奴隶的身份，那也没有关系。可是一有获得自由的机会，你就争取自由。一个奴隶蒙主呼召，便是主所赐放的人；一个自由的人蒙召，就成为基督的奴隶。你们是上帝所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不要做人的奴隶。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要保持蒙召时的身份。好了，那这么样的基督徒蒙召蒙福的重点是什么？是上帝，而不是割礼。这是保罗所强调的。保罗并不是强调基督徒应当要保持原来的身份，而是不必为了要领受救恩及呼召来受割礼，先成为了犹太人。当我们记得自己原来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实的看见上帝的恩典有多大。因为我们都是上帝以重价买来的，救赎的。记得我们蒙召时的身份，才会永远记得上帝的恩典有多大。诗篇46篇，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我们也不惊慌。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住在那城，城绝不至于倾覆。
天一亮，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列国站立，万邦骚动。上帝一发命令，大地就溶解。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来吧，来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他平息世间的战乱，他折弓断枪，用火烧毁盾牌。他说要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我在万国被尊崇，我在地上受敬奉。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谢谢主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蒙福得恩。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时刻感谢，并以生命见证来回应上帝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